仔布天哥哥，今日係表妹生日 party， 哇，好多氣球啊，有個露台啦，哇，好大啊！呢個其實係酒店嚟嘅，有好多零食，哇，有冬甩啦，好多嘅嘢啊！呢個就係我嘅氣球，自製氣球。有甜甜圈、三文治、麵包、意豆沙餅、蛋糕仔啊、布丁、飲品，全部都有齊晒啊！有柔柔最中意嘅 Elsa， 睇下呢個原來就係啟德嘅體育館啊！咁大球場，然後我哋就玩啦。呢個係嗰個 bingo 嚟嘅，哇！大家充滿晒精神，一齊玩啦！哇！嗰晚上我哋就食蛋糕。又有4小時，有啊，有㗎。不過我係冇邊頭嘅。希望大家可以下次一齊再一齊，拜拜。